大家好，10月27號星期一，奧運金牌得主江文慧較早前呢就傳出話佢會參加今次立法會選舉嘅直選。今日咧信報就有個報導，就話咧江文慧咧最後都係唔參選啦，因為咧佢嘅加拿大護照搞唔掂，冇辦法咧喺參選之前取消到，所以咧就因為呢個技術性原因咁就唔參選啦。本來咧唔參選，即係講晒啦，冇嘢好講。咁不過咧，信報呢個報導咧就透露咗咧一啲嘅內情啊，相當耐人尋味。我睇咗之後咧，亦都有一啲疑問啊，咁所以今晚咧就同大家一齊咧去講下呢件事。先講下信報呢個報導先。信報呢個報導咧就嚟自政治專欄余錦賢嘅，咁佢嘅講法就話咧信報收到消息啦咁就較早時確實咧係有人鼓勵江文慧咧出選，咁佢本人咧亦都答允咗嘗試新跑道。不過近期由於地區選情變化同埋佢個人嘅護照問題咧未來得及處理，所以咧就唔出選啦。咁消息人士就同信報講，佢話今次咧係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首次嘅換屆選舉，鑑於上屆選舉投票率只有就30.2%，同過往相比咧並不理想，亦都低於同為特區嘅澳門立法會選舉，所以炒熱選舉氣氛、改善投票率已經成為建制陣營嘅首要任務。咁除咗要有更多嘅參選人同埋更激烈嘅競爭，明星級嘅知名人士落場參與呢個嘅地區直選，亦被視為吸引公眾關注、提升民間投票熱情嘅策略。咁所以咧喺呢個背景之下，呢個消息人士就話，早前江文慧咧確實係得到鼓勵參選，原本咧就預料會落戶新界北。講到呢度咧，停一停先啊！以上咧嗰個嘅即係報導咧我覺得最有趣嘅就係江文慧咧唔係自己咧精心部署、處心積慮準備去參加今次嘅立法會選舉嘅，而係咧有人鼓勵佢參選，而佢咧就應承咗轉跑道去參選。根據信報嘅報導係咁講啦，咁所以我就相當之好奇，究竟係邊個乜嘢人去鼓勵江文慧去出選呢？咁而且如果報道話佢答應嗰個人去出選，咁即係又鼓勵得對方又答應，咁我相信呢個唔係阿某阿秀嚟㗎，係嘛？咁同埋咧，你鼓勵得佢參選，諗下佢即係單人匹馬咁，仲要去直選喎，咁係咪都要俾一定嘅支援啊？咁包括財力啦，或者咧係即係地區嘅人力啦咁所以係咪啲都係有能力嘅人士去鼓勵佢參選呢？咁呢個究竟係邊個呢？即係我睇咗呢個報導咧呢一度咧就相當嘅好奇。咁可惜咧信報呢個報導咧就冇提及。咁但係即係亦都喺呢度亦都睇到咧成件事咧就係相當嘅可能係短時間啦即係因為如果佢長啲時間，佢都之後可以去處理到佢加拿大嘅護照啦，咁但係最後佢係處理唔到啦咁所以都係好短時間發生嘅。咁跟住咧就再講佢嗰個加拿大護照啊。信報咧個報導係咁講嘅，佢話知情人士透露，江文慧咧唔參選嘅最大原因，在於咧佢幼年嘅時候曾經隨家人移民加拿大，本身咧就持有外國護照，唔符合基本法所規定嘅條件，即係咧地區直選議員咧必須係冇外國居留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中嘅中國公民。信報話綜合多個消息，江文慧咧並不介意因為參選而放棄外國護照，但係申請放棄嘅程序就繁雜，需要頗長時間。特區政府層面亦都曾經介入處理，但係咧仍來不及喺提名期結束前完成手續，所以最後咧就擱淺參選計劃。有接近江文慧嘅消息人士咧就同信報透露，
護照問題屬於技術阻礙，難以瞬間解決。關文慧雖然對公共事務感興趣，但係唔係心頭高，一定要從政不可，更不急於一時。相信佢未來會仔細考慮個人發展。呢個係信報嘅報導。咁以上咧，即係針對佢護照嗰部分咧，我認為咧最特別、最值得留意咧，嗰句咧就係話，特區政府層面亦曾介入處理，可是仍來不及在提名期結束前完成手續。原來特區政府係曾經介入幫江文慧向加拿大方面咧去希望可以咧去放棄咗嗰個外國護照。嗱，呢度咧，我覺得非常之特別。坦白講，即係啲政治人物因為參選或者入政府咧要放棄護照咁呢樣嘢咧就並不是新鮮嘅咁以往香港都好多呢啲例子，咁加拿大護照咧亦都係經常出現嘅其中一個即係情況啦因為香港以往好多人咧都係有都係移民加拿大或者就所以有加拿大護照咁根據基本資料咧，咁要放棄加拿大護照咧，確實咧係需要一啲手續，需要啲時間嘅。一般講咧就話咧，可能真係需要幾個月或者半年。咁所以當年咧，王維基即係2016咧，佢係參選立法會啦咁當時咧就選舉係9月舉行啦，但係王維基咧就5月嘅時候出嚟咧就表達自己有意參選咧，佢嗰陣時講咧就係已經做緊手續、辦緊手續咧，係去放棄加拿大護照嘅。咁即係你諗下，圍翻嚟都真係用半年嘅時間啦，先去搞得掂呢本護照。咁但係一般嚟講幾個月甚至半年，但係唔係咧冇特例嘅。咁如果大家咧翻查咧呢個嘅報章都曾經有報導咧，起碼我見到咧有2個人咧係曾經咧攞咗特快渠道去取消加拿大護照嘅。一個咧就係鄭經翰，佢當年咧參選立法會，咁佢自己咧就話咧佢自己就即係去用個特快渠道咧向加拿大政府申請咧用特快處理去取消個護照。咁另一個咧就係馬時亨。咁當年馬時亨咧就由商界咧就轉入咧政府，咁做呢個局長即係財經及庫務局局長。咁同樣咧，馬時亨本人咧都係有咧加拿大護照嘅，因為早年咧係喺加拿大發展過啦咁根據報道咧，馬時亨咧都係同樣咧用特快即係嘅渠道要求加拿大咧特快處理去取消咗佢加拿大護照嘅。咁根據報道嘅講法，甚至話咧馬時亨當時咧係咧特區政府甚至咧中央政府介入，咁希望咧加拿大政府可以特快去處理馬時亨嘅取消佢嘅護照。咁結果咧亦都係馬時亨嗰個咧報道話咧佢用咗10日咧就搞掂啦，就取消咗個護照啦。咁鄭經翰嗰個咧就冇喺報道上冇講咧，佢最後用咗幾多時間。咁不過咧都係話咧特快嘅，係好快去處理咗呢個取消護照。咁同埋鄭經翰嗰個咧就冇報道話佢咧係用咗呢啲外交渠道啦咁即係佢自己咧係結個人啦就向加拿大政府申請用特快渠道嘅啫。嗱咁真係話咩咧？首先咧就第一樣就係咧冇錯，取消加拿大護照咧係好繁複需要好多時間，但係唔係咧。唔係冇特快渠道嘅，係可以做到嘅。即係如果你用翻馬時亨10日就取消到嗰個嘅加拿大護照咧，咁按道理咧，江文慧咧係可以處理到嘅，因為成個選舉嘅提名期咧係2個禮拜。咁而家咧如果根據信報嘅報導咧，就特區政府咧介入過嘅處理嘅，不過處理唔到。咁點解處理唔到咧？係即係因為而家係因為淨係得特區政府介入，唔係好似馬時亨當年咁有埋中央政府介入。定一話咧係因為而家嘅港加關係甚至中加關係咧就今時唔同往日，咁所以咧就唔幫你特快處理咁啦。係咪咁咧？嗱，即係呢啲係我嘅疑問啦，即係睇咗呢個報導。咁當然我冇答案啦。信報嗰個報導，我睇呢個報導嘅時候，亦都睇唔到個答案啦咁所以我只提出我嘅疑問。但係咧，跟住我亦都要問一個問題：點解特區政府會介入幫江文慧去取消嗰個即係呢個嘅加拿大護照咧？嗱，當然馬時亨咧
即係無論特區政府或者中央介入咧，大家都明嘅，因為佢係咧即係董建華年代咧嚇就即係獲委任咧做主要官員、做問責局長，咁所以咧用政府層面、外交層面介入咧，咁都叫做係出師有名嘅。咁但係鄭經翰咧，譬如佢選立法會啦嚇，佢就冇話咧用呢啲嘅政府嘅渠道啊，佢係自己去申請。咁因為佢參選立法會啊嘛，咁所以同樣如果江文慧即係佢係想去參選嘅，咁點解特區政府層面會介入幫佢向加拿大政府申請呢個嘅即係取消特快去取消呢個加拿大護照咧？呢個我就唔明啦。咁所以我就提出我嘅疑問啦嚇，唔知有冇人可以答到啊？因為如果係一個公開、公平、公正嘅選舉，咁今次立法會嘅選舉就係一個公開、公平、公正嘅選舉啦。咁點解特區政府為個別候選人去申請去取消嗰個幫手去取消嗰個外國護照咧？嗱，因為如果佢有嗰個外國護照，佢唔可以參選嘅；佢冇咗個外國護照，佢先可以參選嘅。咁特區政府用呢個層面去幫手，咁會唔會係問題咧？不過好彩嚇，最後咧其實江文慧係冇辦法咧去取消到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可以特區政府亦都可以話，咁我好似冇事發生咁啦嚇。即係如果唔係信報呢個報導話，原來特區政府咧係曾經介入幫江文慧去申請取消個護照啦，我哋甚至唔知道啦，係嘛？我哋係睇咗個報導先知，咁先有呢個疑問啊。咁佢即係當時點考慮嘅咧？即係如果佢覺得點解佢覺得可以喺個選舉度嘅時候幫個候選人去申請取消咧？嗱，呢個係我唔明白嘅。咁好希望咧，如果有答案就好啦嚇。唔知稍後有冇傳媒包括信報可以跟進到，然之後就俾我明白多啲啦嚇。咁呢個咧就係我睇呢個報導嘅時候咧，就另一個疑問。咁講完護照咧嚇，咁都講一啲關於咧，即係喺呢個報導裏邊咧，亦都提到咧選情嘅嚇。咁信報嘅報導就話咧嚇，即係原本江文慧咧受到鼓勵參選，落戶呢個新界北，喺新界北參選，但係信報嘅報導咧有但係佢話咧。呢區目前咧已經宣布參選嘅人士，包括接棒嘅現任議員劉國勳，嘅民建聯姚明啦，被視為葉劉淑儀愛將嘅新民黨廖子聰，同埋咧工聯會曾勁聰。咁佢哋咧都係受所屬政團嘅強大地區隊伍支持，長期喺區內深耕細作。同時，上述候選人咧，亦都係區內咧極力游說其他團體嘅樁腳助陣，競爭相當激烈。咁消息人士咧就同信報分析，就算江文慧作為奧運冠軍，具有明星效應，能夠取得部分游離票，喺缺乏地區基礎下，恐會輸得相當悲壯。咁大家都視奧運冠軍係國寶，係受保護嘅動物。如果輸到連選舉保證金都無法取回，沒有任何人希望見到。咁所以啦即係信報呢個報導話，無論陣營內部或者江文慧本人，對於是否參選咧都曾經係即係為此而猶豫不決啦嚇。咁有建制中人就表示，假如江文慧轉戰選委界或者相關功能組別，勝算可能就會有所提升。唯亦失去了在地區直選提升投票率嘅作用，本身咧已經爭崩頭，結果咧就只係多一個人爭啫咁嚇。咁所以最後咧即係綜合，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考慮。但係根據信報嘅講法，就係最重要咧就係個護照都搞唔掂啦，咁唔使諗啦嚇。咁最後就唔選啦。咁但係選情呢個係咪即係嗰個考慮究竟幾大咧？我自己諗翻起咧。即係喺當傳出江文慧要參選嘅消息之後咧咁啲各大傳媒都爭相報導啦。咁當中咧即係第一個舉手咧即係表示異議嘅就係啲政黨中人，當然就冇具名啦個理由亦都係話，喂，即係佢又冇喺地區做工作，咁就突然間空降嚟咁樣，咁點可以啊？咁諸如此類啦咁所以咧嗰種反彈咧都係即係都係有嘅。咁而咧，明報咧上個禮拜咧，亦都報導過咧，即係一個嘅新聞嚇，咁就係嚟自咧明報嘅政治專欄李先知嘅。咁佢話咧港澳辦咧就以港澳平名義發表咗題為《選好立法會再上新台階》嘅文章。呢篇文章其中一個咧要突出嘅主題就係競爭。
咁咧明報呢個報導就話喺政圈裏邊咧就傳出直選區區5條線，功能組別3選1嘅講法。所謂直選區區5條線，即係10個選區共有20個議席中，每個選區咧都最少有5隊參選，爭奪2個議席。而功能組別選舉咧，亦要盡力做到每個組別咧有最少3人參選。為咗達到競爭目標，建制派第一大黨民建聯罕有咁喺多個選區都要派出2隊參選，自己打自己。咁有建制中人咧就指出，喺呢種激烈嘅內部競爭之下，一方面可以練兵，另一方面咧候選人咧都會更加努力拉票，將建制陣營嘅基本盤選民咧盡量掘掘出嚟，能夠起到高投票率嘅作用。呢個明報嘅即係報導咁講。咁但係咧佢當中嘅特別咧提到咧江文慧嘅參選。佢話咧為咗推高投票率，咁啊傳出微笑劍后江文慧參加新界北選舉。不過建制中人咧就分析，新界北咧有民建聯嘅姚明同埋咧新社聯嘅譚振國，後者咧就係社團大佬譚錦球嘅兒子嚇，手握大量社團鐵票，兩人都不容有失。江文慧即使參選，都難以爭取到民建聯票同埋社團票，認為佢今次參選可能志不在贏得選舉，而是炒熱氣氛。其實從呢啲報導你睇到咩咧？我就覺得即係當空降一個江文慧去參選，咁對市民嚟講有明星效應，咁但係對啲即係政黨政團啊同埋啲地區人士咧，咦咁可能就會有一陣啦即係酸風醋雨啊！咁我諗啲嗰種嘅互相攻擊嗰種嘅大傷和氣啦。雖然其他人都係即係選舉嘅時候都唔係好和氣噶啦。咁不過咧就再如果有一個咁大嘅目標出現咧，而佢又一路都冇喺地區度有任何嘅即係工作咧咁個目標確實就係會比較大。咁所以今次考慮最後唔出選，其實護照係主要嘅咁但係呢樣嘢咧，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咧不得不諗嘅問題。咁不過講到尾啦始終而家就係話護照個技術性問題解決唔到，所以唔參選啦。咁呢樣嘢咧，我覺得都係咧，即係有其普遍性嘅，就係啲建制陣營啲愛國者點解唔及早處理咗嗰個嘅護照問題咧？呢個咧即係哇耐唔中咧就會蒲上面提醒大家咧，佢哋仲有外國護照未處理好喎咁例如梁君彥當年即係被選出做立法會主席，就係臨急臨忙群甩褲甩咁去咧，話要取消嗰個英國護照，咁咧都係搞到咧即係一鑊蒲嘅咁即係都比較咧即係論盡咁咁但係點解唔早啲去取消咧？咁如果咪就係可以，即係當然啦，佢起初唔知道自己嗰屆會做到立法會主席咁所以佢冇做呢個準備，因為部分功能組別咧係可以有外國護照嘅。咁但係既然係愛國者，咁點解唔咧？一早即係唔係因為做立法會主席噶嘛，係嘛？咁其實你都可以即係取消咗個外國護照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對啲咧建制派對啲愛國者尤其是係想即係參與咧呢個政治嘅愛國者咁係咪應該早啲唔係等嗰個公職嚟到，然係咧個公職未嚟到嘅時候咧就應該取消咗嗰個外國護照咧？咁呢個咧就今日同大家嘅分享討論就傾到呢度啦，拜拜。